哇塞，没见过呀！这是什么？自动回血吗？光这一招就太无敌了！想看更多，还不打赏？复活吧，黄泉卫士！大招留给你。怎么样？看我这波骚操作，1v3极限反杀，全服手抽至尊道具少昊骨，光一个不死不灭就能carry全场。想要的赶紧去充值吧！乱吃播，作弊！充值！赚点钱我容易吗？不过这道具确实破坏游戏平衡。秒个大 boss 跟玩儿一样，不过我喜欢。喂，少昊骨收到了。啊？哦，你是游戏公司的吧？少昊骨我帮你宣传了啊，直播费什么时候给啊？我是问快递。啊，模型我已经收到了。材质还不错，简直1比1还原。不过还是想问，直播费什么时候给啊？那就好，希望你能善待他。几锅气腾春雨酒，乱世群雄，非剑非石为我无救。睁开眼，只身混沌中，谁非对错，谁能懂？总算在中一战与怂。百战，狭路相逢，看我越战越勇。
上动，哼，看我叱咤南北行动。与宇宙连反而不同，天降英雄，不死不灭，冰山难降，风起云涌，越战越勇。这张手帕方才小娘子遗落在桃林里了。多谢公子，就放在篱门上吧。好像，出门踏青几番遇到美人，定是天意。公子，这女子3番5次与我们撞见，不会是故意的吧？你是故意的？那就太妙了，定不能辜负小娘子的一番美意。公子，我的意思是，不要过来，再过来，玄清便当场自刎。原来美人名唤玄清啊，千万不要伤到自己啊！玄清虽是孤女，但王父生前也是读书人，算得上士大夫出身，岂可受人轻辱？身世凄苦，却如此刚烈，本公子喜欢。你小心！这是什么？好痛！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从天而降。怎么只剩一个了？不死不灭。我也穿越了，没想到轮到我穿越了，有幸！这是个疯子吧？真实，一切都那么真实。你谁啊？敢打扰我和美人的好事！这个登录方式新颖。本人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 ，ID 就是姬青。什么地？他姓姬。公子，他可能是周游列国魔力5套的贵人呢。这开局是什么路数？公子，救我！英雄救美。跳干嘛？跳干嘛？皮肤质感做得这么真实。公子。他怎么能在小娘子面前如此粗鄙？一个小姑娘不要动刀动枪的，小心伤到自己了。坏我好事！今天我不教训你，就算我舍弃人放过，放开我！公子，此人从天而降，都没伤着筋骨，很可能是一所上3重的大高手，太罪不得了！我去跟他决斗！冷静！小我美人，我乃卿大夫之子，到了咸阳都有我点名号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还秦人，还周氏。
这里不是游戏。看来是少昊骨把我传送到古代了。只有一颗骨牙，但能让我从那么高摔下来没事儿，这的确是游戏里的少昊骨。看来老天是给我个咸鱼翻身的机会。虽然不是游戏世界，而是战国，但我现在有了少昊骨，绝对是碾压一切的存在。那就自己称帝，一统天下。安然，哦，玄清给您准备的衣物可合身？哎呀，兴奋过头了，下顿饭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吃呢。多谢姑娘，衣服挺合身的。你的伤没大碍吧？皮外伤而已。是玄清该多谢姬学士施救才对。姬学士，你们这儿的称呼很奇怪啊。玄清妹子，你叫我姬青就行。玄清，知道了。你怎么了？玄清独自住在这里，今日幸得姬大哥施救，但若明日那恶少……嗨，没事儿，搬家呀。走得远远的，我不信他能够找到。家父早逝，仅留这份祖宅，玄清又能去哪里？要不你给我讲讲现在各国的情况，我帮你分析一下去哪儿。玄清妹子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玄清无以为报，愿终身侍候姬大哥。哎呀，停！王姑娘草率了，我初来乍到，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儿。莫非姬大哥贵为学士，嫌弃玄清出身卑微？不，我没有嫌弃你。玄清懂得有恩必偿的道理。这就要以身相许了吗？古代妹子太耿直了。莫以为玄清轻浮，只是为了报恩。我受不起啊！你也冷静一下。君子手里可遇不可求。美人儿，美人儿没死吧？大白天的，你瞎叫唤什么呢？姬大哥，你居然还敢在这里过夜！你们把他给我围起来！正好，让我有机会试试。这小子如此猖狂，你们把他往死里打！是。臭小子，待我解决他们，去吃早点啊。真灵解放！怎么回事？呀！复活吧，黄泉守卫！怎么都没效果呀？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？呀！释放荒神之气！你看他，公子，快跑啊！跑！
玄雄上！雪清，好啊！原来是个假学士。公子，玄清被那恶贼劫持，若非林公子前来相救，就要被他侮辱了。此贼根本不是学士，请公子将其格杀。小女子愿为奴为婢，追随公子。别怕，美人，你这就随本公子回去。敢骗我美人，敢惹我，你们几个赶紧把他收拾。美人，别怕，跟本公子回家。刚才不是很生气吗？啊？你和你爸都是贱民，惹我？还从天而降，吓唬谁呢？敢得罪我们少爷，不想活了！哎呦，这小子竟然还能爬呀，骨头挺硬的嘛。小子，你在嚣张啊！得罪我们公子，就是什么声音？好像是心跳声。心跳声怎么能这么响？他怎么可能？这小子好像解开了一重地锁。他的胳膊接回去了。弟兄们，上啊！英雄，快上来！好法解开地锁有个屁用！老子也是地锁一种，全技能随机使。这拳还你！
见我就解开那个什么地锁，身体就发狂了。是因为少好骨吗？你们等着！绿衣，小姐，距雍城还有多远？还有2日行程。路漫漫，浮生如斯独行。浪淘尽，沧海系我胸襟。聚与散，江湖风雨人生，无憾真情，投入命。